樓市交投氣氛回升，但鐵路站上蓋二手屋苑近日連番失守，業主要選手出貨。最新將軍澳天晉有3房套業主沽貨，持貨6年賬面虧損約128萬元或9%離場。利嘉閣地產將軍澳廣場分行市務經理楊海俊稱，天晉一座中層私室，實用面積約708方尺，3房1套間隔，望內遠景。原叫價1330萬元，議價後以1266.8萬元沽出，累減63.2萬元或約4.8%，尺價約17893元。原業主6年前斥1395萬入市。楊海俊透露，新買家為區內換樓客，早前透過利嘉閣真盤源平台覓得上址放盤，立即相約代理睇樓。客人鍾情屋苑位置便利，近港鐵站及大型購物商場，加上單位間隔合用，遂拍板洽購。據悉，原業主於2019年以約1395萬元購入單位，持貨約6年，現轉售賬面損失128.2萬元，單位期內跌價約9.2%。他補充，該屋苑現時有約30個單位放盤，最低入場費由約900萬元起。